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你哋應該會記得我嘅名嘅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可能大部分嘅人都冇辦法出去了，故所今日我會帶大家來跳舞哦。今日我哋會跳嘅舞係原住民很忙。一下我會來去問一下我嘅師傅，嘿，我問好咧，一下你出來跳舞了。
结束，大家要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。2个礼拜过后，要记得来哦。我是阿姊妹，再来了。来，现场的朋友，这里都有空椅子可以坐下来观赏哈，不要客气哦。如果有带儿子的，要找女朋友啊。